人身安全是不准。nó do cổ kho ham hay cho 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ในทุกครั้งให้choเกยมต่อสนามว่าทางรถไฟ一不准不设好防护就开始作业不准不设好防护就开始作业二不准不瞭望就穿越线路不准不瞭望就穿越线路三不准飞上飞下扒车代步不准飞上飞下扒车代步四不准跨骑翻越动态中的机车车辆不准跨骑翻越动态中的机车车辆五不准在动态的车辆中调整高位摘接风管不准在动态的车辆中调整高位摘接风管六不准违反规定在电话区段攀登洗刷机车车辆上部停电对各项设备进行检修时必须确认无电才能作业不准违反规定在电话区段攀登洗刷机车车辆上部停电对各项设备进行检修时必须确认无电才能作业七不准不戴安全带安全帽不设安全网不穿防护服作业不准不戴安全带安全帽不设安全网不穿防护服作业八不准未搭好脚手架未放稳梯凳就开始作业不准未搭好脚手架未放稳梯凳就开始作业九不准携带笨重工具和材料登高作业不准携带笨重工具和材料登高作业十不准专车或在车辆下乘凉坐卧休息不准专车或在车辆下乘凉坐卧休息